東東東睇寶島遊記健行篇，帶大家去南洋五大名山之一紅蘆地山。今次嘅起步點係喺礁溪嘅渭水之丘。2020年曾經有軍方嘅直升機喺紅蘆地山失事。去到交叉口呢度有一個山遊涼亭可以休息一下。交叉口呢度一邊係去紅蘆地山，另一邊就去到紀念碑。我哋先向住神武英靈紀念碑出發。原來有個景觀位可以望到太平洋同埋龜山島。去到紀念碑山頂處可以望到周圍嘅山。欣賞完風景之後，我哋就沿住一啲小山徑去紅蘆地山啦。之後接返一段比較明顯嘅山徑，準備攻頂啦。終於到咗1000多米高嘅紅蘆地山啦。原來我哋今日揀咗一個比較天氣好嘅日子，算係好清楚咁可以望到四圍嘅風景。原來紅蘆地山呢度好多時都係會起霧㗎。然之後我哋就沿住紅蘆地山嘅筆脊向住桶後溪出發啦。原來有啲山隊嘅指示牌引路。哎呀，行下下領隊發現個團友冇跟住啊，所以就擰翻轉頭睇下發生乜事。去到岔路都仲有見到一啲山隊嘅指示牌。哇，終於去到桶後溪嘅上游啦！一開始我哋都仲係一個比較高嘅位置，離條溪比較遠。行到一啲比較窄嘅路呢，就有一啲安全嘅繩可以輔助。先派阿領隊去測試下係咪安全先。行多一段之後呢，我哋比較靠近呢條桶後溪啦。玩完水之後，我哋就繼續行啦。我哋行嘅呢個時節呢，啲溪水比較唔係好深。中途遇到一個比較難度高嘅過溪位，邊行邊欣賞一啲高清嘅溪水，分散我哋嘅注意力。行到條桶後溪冇路嘅時候呢，我哋就要做一啲小山路。溪嘅兩邊呢都有一啲淺嘅石可以俾我哋行，我哋就不停由左右睇下邊有位呢就行邊度。沿途我哋見到啲溪水呢非常之清嘅，行下發現個超巨嘅菇啊，仲有非常活潑嘅蝦。不停行，終於去到桶後溪嘅上緣啦。然後沿住山谷行，準備回程啦。沿途可以再次望到太平洋礁溪一帶。晏晝再望返呢個景色呢，相對朝早比較清一啲嘅。最後有時間我哋就去埋渭水之丘，然後完成晒我哋今日嘅行程啦。